面包师傅吴宝春在国际比赛做出名声过后，越来越多国内各位做胖糕饼的人，想做嘢在国际舞台有好成绩，面包店一间接着一间开，喜有发展。照经济部统计，去年内含配财政食品自创业被产出都有239亿元。今年代表台湾参加世界面包大赛，得到团体组第3名嘅选手王维勋、庄太强，陆上做嘢开饼的。也得面包师傅有国际比赛嘅经验，和从事本土创新，而行出台湾面包嘅新天地。好，来，各位同学，有空的同学，用一般的这个旋风式烤箱。 旋风式烤箱的话，它烤起来会比较均匀一些嘛。烤焙的时候，我们的一个颜色，我们如果判断说它。面包师傅本身身体推动教人做面包的优良，好研开专心，又会抄笔记，又会拿来翕相机录影。 用时间90度已经列到容易嘅，也是中华工业食品工业技术研究所办的行业课，向来遇到学起来也好严。我们在做焦糖坚果，对，就是做装饰的，做丹麦上面的装饰。那有时候可以放在蛋糕上面啊，就是做个小装饰，对，比较日系的感觉。未来比较有展望啊，至少开一家面包店吧。 2008年，3位台湾面包师傅曹志雄、吴宝春同文思成组成的台湾代表队，听人讲係面包界奧林匹克的洛斯福比面包大賽度，為130歲嘅台灣得到世界銀牌。2010年，吳寶春又喺世界比面包大師賽，帶贏其他7國嘅選手，得到歐式面包組嘅世界冠軍。也下希示歐式面包帶出台灣嘅風潮，面包店開業一間又一間。 照經濟部統計，去年行開財政食品自創業的產出有239億元多。我們到法國去比賽，可以說有一點類似奧運哦。那麼經過呢國內的一個選拔，那是非常激烈的。然後呢，我們在培訓哦，這個當初呢，像第一次哦，寶春他們要到歐洲去比賽之前，一定要到亞洲先取得冠軍才可以過去。 哦，那麼經過這樣的歷練，哦，把他們的技術啊練得更好，而且他們去比賽回來又開店，所以大家呢都能夠吃到他們的產品，所以這一些選手比賽的產品，事實上它的水準，哦，一定是跟一般有一些差異。那它產品也有它的特色，所以由於這樣呢，就是帶動啊，哦，這個歐式麵包消費的一個趨勢。台灣行開業聽吳寶春過後，青島面包師傅未喺國際舞台上發光發熱。2012年世界面包大賽，台灣代表隊選手莊太強、王維權、林坤偉打贏嘅以下國嘅選手，得到團體組第3名。王維權還用福利粗型嘅面包，聽藝術面包類得到第1名。初期在練習的時候，就是怎麼說？很多人說什麼像澎恰恰啦那些捏出來就是。 跟實體是完全是2回事的，對，初期在練習的時候，對，然後後來就慢慢去抓那個比例，把他的五官啊、比例啊，然後他的笑容啊，怎麼去產生他的笑容，對，我覺得就是靠練習，對，過程中還是要不斷去練習，對，唯獨練習才會進步啊，真的。 出國比賽得獎過後5週年，做面包作為16年的王維權，總算開業一間自家的面包店，因為觀察到台灣面包市場上的變化。這幾年歐式面包哈，這跟有一部分都是說比賽所形成這個風潮。那其實從那時候上一屆的寶春樹他們比賽回來嘛，然後那大家對歐式面包的
的概念整个都改观了哦，认为欧式面包可以跟台湾的一些很特别的食材融合在一起，然后可以品尝到一个正统的欧式面包，又可以吃到台湾在地的一些食材。其实这个就是说一个进步啦。王美群的面包店就模式平台，当日供应30种面包来满足人客的需求。海面高中是偏科毕业毕业，各位注重式的料理，退过後落成做行配業。安尼嘅背景，以提做面包的世界容易被改到中式料理的做法。其实我觉得是要把自己的店格给创新，做出自己一套个性店。对，属于自己的个性店，让人家联想到说，阿威就是有这一套的一个秋楼这样子，对，一个手艺出来，就是不要去跟市面上重复到，对，就是做一个属于自己的店面的话，基本上就是可以有自己的路线啊，我是觉得这样子啊，因为其实现在欧式面包这么多哈，那我也有做欧式面包，可是我做料理的欧式面包。哦，然后其实客人会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创新。桃园用为客家中出世嘅意和聲音嘅改刀種客家元素嘅面包。那个佛卡恰面团，对。然后这是白酱跟油葱酥，白酱跟油葱酥，然后三星葱，然后这起司粉，然后这是咸猪肉，再抹一层葱。脆入過後，香噴噴，過上顏色。其實王美群大量使用台灣食材做重新調味面包嘅想法，青島路嘅速度出國比賽，看按到影響到位。國外的食材可以運用的這麼多，對，那台灣也是就是說也是同樣是很多食材嘛。那回來之後又不斷一直思考說，那我們還可以用台灣的其他的元素跟其他的食材。来跟面包做一个创新的这种结合，对，所以说我开店之后，其实就是用料理的方式，对我觉得它还蛮有成就感的一个方式，对，用很多譬如说有吃过的西餐，我就用西餐的料理方式啊，中餐我就用中餐的调理方式来让这个面包有不一样的一种特色出来这样子。王美群個其他嘅團中式料理嘅手法融合落去。歡迎客搶起看家嘅紅麵包調味嘅派嘢，就很留錢出來買出啲嘢。上面就有很多不同的口味，我覺得它有引起我興趣。這樣，它剛剛裡面有一些東西，它好像有加入客家的元素的東西，我覺得蠻特殊的。剛剛我有買一個，雖然我不知道好不好吃，可是我就是想買。王美群向下出國比賽嘅隊友狀態強，媒體適應嘅大輪特種嘅功用開掉眼夢。看棒嘅面沒牙齒干嘅，就是愛味道的面包我會就是掛保證，就是我跟面包是合在一起的，就愛人生然後面包係黏向下，就講黏嘅愛命啊，就愛動心啊，就一天要攞佢做好了，那當然累是一定累嘛，但是你當將東西做出來，應該夾，我食到很好食咯，師傅還會做，給糖都當歡喜嘛。就是想講，用心去做，給當日堅持做一飯，今日來食，下晝嘢來食，下晝嘢來食，全部味道會共用，你喺度堅持嘅，就會生命共同體啊，面對台灣面包市場嘅激烈競爭，狀態強唔變假事。每看人做乜嘅未談論數，一啲愛奇菜腳步，就係有好品質、好技術，做出有自家美式嘅風格麵包，能係長長久久嘅做法。
我这个做的面包，我这个要上，做的我用的材料是真好的，我用的技术蛮好的，我就想讲做的做这个特色，做老朋友无共用，唔要讲做一只面包做老朋友比做许多人在旁边讲，人家卖医生，我就卖生，然后变价钱嗰种，我就唔会做安样，就我米托做的我面包，我就想要做安样的面包啊，好生人就会慢慢就会来。总体强用客家元素东方名人茶，加为南花饭相关，白光饭挑做材料的必须得将作品向门名人，喺店行快速分享的商品。就你下试下一组，开始做芒果的香味咩，啊过后就过舌头以后，就从舌根的部分就茶香就会慢慢的出来。啊，另外特别迄种，你下去加个北港花生入去，全部做菜体的食材啦。状态强係客家字體，加味好唔是講每天出會有客家特色的麵包，含豬肉、肉片乾煎軟，都加入到麵包肚腔。你啊，在迄亂燒法佢底部係菜脯，你啊用菜脯亂做嘅，啊菜脯係去個向下浸個人家用熱頭曬到好嘅，唔係太多進口嘅，就會用曬你。吃起來你就會吃到有個太陽的味道，那種就會純正就是用曬出來的菜脯乾。就一样这样滚圆的就好了，推、收、推，这边收，这边拉，推，就这样子，然后稍微最后收一下就好了。面团体状态强的数控，薄呀薄耶，就係一種數理、成就也好食的麵包。土技工口味機半路出師來做行配合，我比朋友行過10萬，行過堅持，技術能會進來進改進。就剪到半上熟，就底部會亂往就有熟，唔會講熟到粉，哎呀就濕潤哎呀。啊，底部面包當包就抹一些咖喱，好，然後蛋的裡面下面我有用那個芥末沙拉，好，就是本身前面還有吃到咖喱，好，吃到肉呢直接又含有芥末的嗆味，給我嚇一跳，就是哦，因為米頭哎呀。一種火鳳咖喱麵包行下出來，路本人賣嗆嗆。然後味道買到一定好味，今年睇店行等你半點鐘按久。我覺得它的咖喱芥末啊，可以，就是說綿密，那個味道很細，不是有肉末的，也不是說很明顯，可是它很深入到你的味蕾裡面，你會覺得很驚豔。台灣的麵包師傅竟推出新款，只能用菜體的食材。做出個有台灣特色、韓國形式的麵包，也咪係一下行配合嘅新方向。我們去法國比賽，我們就是要展現出呢，你這個國家特色的麵包。所以在我們這個吳寶春的時候，它就是有2個，一個是我們用荔枝，然後事實上我們用桂圓，那麼這是它的一個部分。那麼泰謙呢，它是用芒果，那除了這個之外，還有東方美人茶所以這些事實上呢，都是我們利用這樣出去比賽的機會研發在地的食材，把在地的食材發揮到極致的一個最好的方式。收底有沒有？就這樣收。喺台灣麵包師傅嘅 TV 提升改度，前度路有參加國際比賽嘅經驗，一定去國外學人嘅經驗，從事本土再個創新，用雙手踩出夢想面團，實現理想，勇敢創業，行考出台灣小路有分享嘅事業。